上
姑娘，可有人经过此地？咦咦，一暖一绿，一老一小，一高一矮，一胖一瘦，不知道名分的是哪一个？休得啰嗦！一个少年长子，可曾遇见？少年长子。啊！我刚才夸他往江边急急而去。是将军，命他引路。好，命他引路。是，走。好，走。曹子斌要是被赵王打罪了，毙你！是，将军息怒，将军息怒。神到哪里去了？进，为何要给上走路步来？小女子才次扬长，这金水清清，这用的比不草脸十斤呐。前去查看，查看。是。大圣，此言总该看不清楚。许官有神无神，乱世对决。此里人健康则可不清，饮水毒神的要他生。奉旨。
他这。我没有事，我长。哎呀，大姐，你应得可这样后，我就把这进来，都到田沟里去了。啊，大姐，你看呐，那啊。不瞒他这事，我有3天没有精神了哈。长子，这个农夫一代叫你从击，这能实看？这是我们农家生的宴席吗？哎呀，这农夫一代比山珍海味还好吃呢。哎，长子，长子，长子，哎呀，总算喘过气来了。长子，你怎么连笔也吃下去了呀？哈，不是，哎，让大姐见笑了，实在有点难为情。大姐，我是有出头之日，定当报恩。他这女难相聚，结为君。原来我是冤屈之恨呀！快这快乐哪？
气不要再次连了呀，他这样。不要再动手了，计算相公都是弟弟，那我们便过江去。好，三全快点去，不要转这时候攻上去呀！啊，这，哎呀呀！你来，道路作贼，龙阳江。好动作贼！哎呀呀，我不是谁心的呀，大姐！哎呀，正是，你快快扶着大风，我陪着大风，送你过江。反正滔滔江水不浪翻滚，凶凶不平。我娶了上一个好女子，一生来险呐！哎呀，死不得，死不得呀！死不得是苦妈妈，死不得呀！大姐，不要命啊！快快扶着逃路。大姐！哎呀，大姐！他是旁，一心之邦，故乡这往旁了望眼放。归来记，想老公了。哎呀！遥望江水，思故往。不知长日彩虹两分不来做面香。此情此
一下子心恩深。夫人是哪一幕？张不来，张不来，我们城里哪叫张不来呀？张王要接他进宫，随奉上啊！哎呀，大娘是真的，是啊呀，原来都是你，就是周王。我去上去的皇帝，大娘真的随奉上啊！这是黑金来招我，奉上在头上。真的，娘，要是女儿，就是张不来你。女儿，你可不要言而语，我是王小杀头的。桂兰姐，要是你真的去过长王，那可不得了了你。见你恩心他不听，何况说起是皇帝。皇上怕你去进宫，王妃娘娘心思你呀。王妃娘娘心思你呀。妃姐娘娘，周娘娘喽，周娘娘喽，你们不要再笑啊，不要。大娘，要是桂兰姐真的就是找不了你，要是回来真是找不了啊，那他爹爹才天之意就欣慰了啊。为人家哎，他爹爹杀命来将元孙抱，一生当街做藤牌，杀生去你气节高。倘这女儿死不来，家训心中记得牢，做人要做好，做人不图报，不图报。对，大娘说得好，做人要做好，做人不图报。大娘，那你要不要回来进宫去呀？要是进宫什么好，宫门四海难得到，我人
子啊，天下山马罗成，为何你偏偏把我放？到子谁欺负来，要想你。从今风尘往事莫成万岁寻找救家女，王榜贴匾张家去。寻到恩人来退我，飞黄腾达好时机。等啊等。找过去，好当我们福生里。老爷，这，老爷，老爷，老爷，你们，老爷，老爷，哎呀，老爷，去，老爷，老爷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！妹妹讲，圣上刚刚传下客语，真黑月令与其寻不到救家恩人，以为胜利，因火焰闪烁，实在找不到救家恩人，老爷就要怎么样？就要被押进擒贼了！老爷，看来这位乌纱帽伯伯脑袋要搬家。陈亚瑟，哎，你快想个办法才好啊！让我想想。哎呀，张不然救驾后不留证明，万岁叫他进宫随封赏，他也不去王榜，这真无杀难情啊！这可怎么办？哎呀，这可怎么办呐？哎呀！嘿，老爷，为今之计，请不来菩萨，只好求菩萨。你是叫我拜菩萨烧高香？哎呀，我是叫老爷去求不行，老爷诚心一片，定能感动恩人延生啊！哦，怪救命！好，告状！员外想我命，只好求不行。对，快！哦，是，快！哎。大老爷，起来！乡亲们啊，我是原衙律师陈文仁，得替园林老爷向乡亲们救济。哎，刚刚万岁圣旨下，因宽严善赦，实在找不到救家恩人张夫人，老爷就
就要被押进青城了。恐怕再也回不来了。冤枉老爷举财，这也太没有道理了。是啊，有这个事体了，乡亲们啊，乡亲们啊，万岁寻找恩人本是件好事，可是那恩人却不领情，叫皇上的面子往哪里放啊？陈亚是啊，哎，我这我儿寡母就交给你了。这个老爷放心，恩人啊，我不怪你，我贾某就此别过了。老爷，请救驾恩人，跨界王帮啊！原本不想把风景，才知道离来远离半彩里，他生来去小情何曾怪自己，一时糊涂来旁征，急忙唱戏不愿意。大人，恩人在哪里？恩人在哪里呀？天下王莽两人，你也就是张不兰，小女子张桂兰就是张不兰。看你年轻轻岁数小女子，你真的救过皇上？哎呀，桂兰姑娘，你可不能见老爷可怜就假冒恩人啊！我真的是张不兰，老爷请宽。救家恩人在上，本官谢过救命之恩。老爷请起。老爷找到了，找到了！你真的是张不兰啊！哎呀，那你为什么不讲你？是啊，娘儿听你的话，做人要做好，做人不图报，不图报恩，万家色神。救驾恩人不失心，阿弥陀佛。不兰姑娘，请上桥，随我去为父亡命。娘，不兰姑娘，你先请。不，还是老爷请起。哎，不兰姑娘，还是你先请。我走路去。哎，不兰姑娘，还是你先请。恩臣请。夫人，我看不兰姑娘和我家女儿有缘分，打扮起来倒像我家玉嫔。总算想想，我女儿的福分，还不及一个陈姑。主神你哟，我的女儿福分啊千，结得长风可登天，抗着金梦成王恩，万岁佳节金美艳，一闹圣旨到岳阳，随风岭上
叩见恩师大圣。免礼免礼。恩师大圣，请。恩师大圣，这是万生心意，请恩师大圣笑纳。哎，恩师大圣，此番万生为寻找救驾恩人，几经周折，才得以找到了张母来。言其劳苦功高，陪我罪名身上，听尊从上。多谢恩师大圣，请酒家恩人相见。是，有请救驾恩人。是，有请酒家恩人。快让人请。拜见钦差大人。免礼。此人面容，面容一次了。似曾相见，才何妨？恩师为我上莫法对姑娘为何曾经为忙？哎呀不好，原来是他。当年被我走红墙，连转身最上皇。此今我重回金殿团聚餐，谁知道当年的紫禁城刘玉长。难道是他？于是当年，你曾与国君钦差大相交此人天下梦，今生一扛着吉他进宫去，此番如山争勇来吟唱，扛着姑娘踏金波，征服王民族云唐山大寺观过城，万喜消息不明堂。自古女子成后人，下有此先天才快刀快马须在我，来也不明秀残唐，爱怒成苍。他因官色不寻常，恩师要报上名恩人巾帼少年，杀身王子，大举征王，神姑魔鬼应挂帅，花木兰从军。大人不疑了。本钦差奉旨寻找酒家恩人，事关重大，恩人须将酒家经之事讲过清楚，以免差错。大人既怕差错，小女子有过去行宫，让我委屈，不讲也罢。本钦差奉旨一日，你不讲请辞，是何为父亡命？此次钦差大人，听
女子皆有，岂能作证？分明你是冒名！是非冒名，让我面见万岁怎知道啦？哼，面见万岁，此行妄想，你到万岁真的来报你成果之恩？不为报恩，张我自审。他是血当年之耻，报当年之仇。你将他当真王，长生于女人为群之下，休是万岁他你不当外交的兵，落这个情，分明是你莫配安生。这是万岁的圣旨。天下哪个不是女子生养？生死关对，怎不得上下大小？又不是他是万岁，是我妹黑，实在是冤枉呐！万贯强言，看你是不打不招，来呀！用他一次。你都听清楚了，听清楚了。好，告诉你的女儿，从今以后，她就是救驾而生，张不兰。恩师，那张不兰那张不兰已是冒充王本的罪犯，本群才听你提案，你怕什么？万一本亏不兰才是，更是天意无缝呐！恩师，本群才早就知道你的女儿聪明言说，才貌上见，早有相处之意，今则天赐良机。恩师，此乃欺君
样之人，外甥我实在担当不起呀。为此一片好意，难道你坚决不去，要去发举不成？不，恩师息怒，这是恩师，但一事情败露，岂不是要害了恩师，也害了我女儿？我全家都没有一条活路了。难道为师将你亲藤做黑当黄粱之事对出来，你一家就有活路了？不，恩师，外甥真命。起来，索取这杯银子，明着领证你女儿在本钦才进宫，去进，为你女儿活好，做好开工，早点把账簿拉起。告辞。宋恩师，免。一辈子之间，你要替自己留条后路啊！对，留条后路。这样是，你总说把张不兰官样子赵宝山文昌宫灭守，人家看谁好生还的。老爷放心，辈子走啊！快去。哎呀，老爷，这真是喜从天降，喜从天降啊！什么喜从天降？是祸从天降。哎老爷，莫非你真要坚决不去，却发举？打在了朝廷才，我看你呀，切在不起。哎呀，女儿啊，你可要听为娘的话，救救你弟弟呀！你的母亲此事不哭啊！女儿的曾经啊，怎能冒你心情？我来本是亲家的，岂能颠倒是样的？朝廷清查听天安，我当颠倒是与非。官快不拦着内政，你放心大胆进宫去。弟弟啊，期望此事在长期，到头来回了女儿陪死心。你不要多思多想多虑，更无需要怕这怕那怕路的。为君王报恩相必本意，你算是揭开民间造美女，女儿休要再自疑，夸为王中传公义。冒名作家耳朵宽，谁愿进宫谁传奇？哎呀，女儿一向孝顺，这么精神，连为娘的话也不听了你。娘，今日之事甚难从命。儿啊，儿啊，你实不应允，为父我难服亡命。这出怒龙眼得罪清查，为父就是有10个脑袋，也得搬家了。哎，儿啊，女儿举步一纵，为娘我还是遭天
还需教训能文明。你若不肯把公鸡，我家家要埋门草葬，断子且生了啊！九江恩臣张布来到，爱卿一路辛苦，选。万岁有旨，九江恩人张木兰见驾。领旨。一声传唤，心内话。恩人，3年不见，孤王怎么认不得你了？万岁，常言道女大十不变，更何况一日不见，时隔3去，时隔3年，明年也是不是万岁来了？
你这是真的容貌也变了许多哦。想当初万岁落难，永夜交瘁，今日已是神采飞扬，一派天王府。好，说得好，恩臣一路辛苦，国王特别举言为恩臣接风喜一程，恩臣请拿。万岁，请。恩神这不是当年貌似来相聚，故早已化作怕花埋黄去，居家之恩必怪旁。万岁堂，一片紫藤来青天，不知得结局长大，安笑于尘。
的这套动物，哈哈哈哈哈！你是朕的军命人，今天你就是出马了朕，却当了朕，朕也不会怪罪于你呀。是我得罪，君子爷爷司马难罪，多谢万岁龙。万岁，你知道我是谁呀？你嘛是我的救命人张不兰呐！万岁，你且仔细看了。哎呀呀呀呀呀！你好是梨花白玉，无用茶水。万岁想到哪里去了？小女子并非是早去知道了。想到你不能报恩，将人为民，正在将你不让为民，搞错他去。万岁，小女子并非是真不来，呀！假牛皮，假牛皮！张不兰呢？张不兰在哪里？这王魁不兰从何而来？张不兰已被关押起来。关押起来？这王魁不兰是弟弟教育我的。弟弟是说，弟弟乃是二弟父亲。他蛋！没错，这里指的弟弟是说，兵法岁，
弟弟乃是真配原令啊，小小园林也管其万责。岁，弟弟他不管，他是张生要去陪并不能，才逼我冒名顶替。后生大胆，管要下园林。正是那钦差曹子斌，曹子斌，可恼！冒名顶替，但他报歉，万官无言清偿，催缴也等。万岁，小弟子句句作声。万岁！万岁！万岁！总以为你是有道秘诀，却原来也是个糊涂混账。我糊涂什么？皇才哪里？我你难父，父母相逼，岂能不从？可谓吉祥。几乎面具面世罗恩师为官都同样之心，可谓情重。小女子忠孝良心，何罪之有啊？你一个忠孝两清的假牛逼！哎，曾上去恕你无罪，此后随着处子。谢万岁！
两位儿妻，随着同意正子。一场
一是心愿，就愿领回报给娘分不来，千回万回归当初，3年前王宗好人，就要皇帝做华人，不知道叫人看不清，为什么救人的快成了，救人的快成了，谁你老百姓怎地来保你成功之此心放心，他是血当你之子，报当你之仇。救家恩人在上，本官谢过救命之恩。多谢太君救命之恩，我实有出头之人，定当报恩。一步黑黑沉沉，吹了一场百年不敌不成金轮不尽他把我的长天不语的不黑，谁叫我此处不逃，人向我身中远行。我去死你冤魂我这怕是今生今世缘难续，来生来先生，你真的是他的未婚丈夫？真是去烧太好。桂兰姑娘，一位先生才来看你。什么先生？莫非是我自己灵境前来猜谜？先生，说谈说理。好。不然，是你吗？你是我就是3年前陪你相聚的壮士啊！好啊，好一个发人非礼的壮士！后来，好一个发人非礼的壮士！
从里将你放，谁知恩人来顶替，我乔装给办来请啊！不来啊，我这富有真情意，别把王帮为哪桩？我这富有真情意，为后女亲苦长。不啦，你当你那红包会怎么还真来的太子，还得恩人受情磨难，苦痛只见他深深刺着真心肠，我不分青红，前面催马开路忙，错怪当时太容易。不啦，看谁能将你来你发了当今皇上，原名死罪。哦，朕虽是王长，在恩人面前还是当年的壮士啊！走啦，来，快收下。哎呀，朕不会怪罪于你，快收下呀！多谢万岁。哎呀，万岁，你配来的那个青菜，就像当年殷帝嫔追上你的还人。曹子斌。好词，先生刚接到状报，你的岳母已被人杀害，他虽恶长子，誓不瞑目。此后生堂的，关以身设法。先生，我要到明罪府替岳母申冤告查。先生，此恩非同一般，我劝你问成了这口气吧。成了这口气，难道没有生命王法不成吗？生命王法本来就是一次空文，你这个样子去告上，还不是自讨苦吃？哼，陈督察，我是告停了。民贼自负他谁？民贼府祖先他身到，王大人到，李大人到，张大人到。
岁，望周大圣笑纳。哦，贾大人，来这定是我心不齐，愚兄常需夜里多多关照，总管受此而立呀。哎，来日是来日，今日拜望周年兄将清茶停一条，尽快呈送到刑部备案。哦哦，夜弟请托放心。是，吏部尚书许大人到。哦，本府虽短，今日惊动了吏部尚书侧意。免礼。哦，徐大人，请。哦呀！这公堂这水堂，好生去怕呀！啊！哦，徐大人，下官这明知为官多年，这不是大人，难免要宾客饮盆。就连你平时请都请不来的贵客都光临了，这水堂不大不行呀！哦，徐大人，请。喂！敲什么敲？我要高场，老板通报。高场？哎，你没有看到知府老爷做大寿吗？今日高场出眉头。我看你呀，还是快回去吧。啊，那不成啊，请通报一声。耶，你是天子啊？哎，你怎么叫我天子啊？只有天上那个子民，才不懂得地上的尸骨澄清。我就叫你通报一声嘛。我为什么要叫你通报？耶，门当不通报，万一谁通报啊？我就是不通报，你想怎么样？你不通报，我再去结果。喂，知府老爷做大寿，衙门放下杀臣，岂有此理！知府老爷上万千，他是有理嘛，就有理。哎，那我的礼算不算礼呀？哎，这下可以进去了吗？啊？哎，我家老爷的呢？啊，你家老爷？哎，那，哎，银票也起了，好浪漫。这下够了吧？给了。你不是说
你有天大的冤情吗？是啊，是有天大的冤情啊！那就赶快击鼓高唱啊！高唱？哎呀，高唱！哦，高唱啊！你叫我叫范年青。范年青。嗯。周大人啊，周大人啊，谢古人范年青是有天大的冤情哎，请老爷升当哎。范年青见了本府，为何不跪？可跪下！跪下！好的，范年青，今日六位大臣在此，请问本府府50岁代，你为何不走不知，偏挑今日告长啊？今日有缘，今日告，他日小事，我真正想你，哼，陈仓。范年青，本府命警告员秉公而断，此案不是之内，应当查过明白。退他，且慢。大人，长子上写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你为何不审不问，却告推堂啊？是啊，你给当堂审案，当堂审案，当堂审案，一定要审，一定要审。好，此就审。范年青，快诉来！你且听了，你需要不家不为身上财，范年青待人生冤日黑，告你官府太荒废，王罪官了不作为，生意中堂必随堂，等忙去了一句开，我拿好处不好事，总把情菩萨讨回，公道哎，公堂哎。他的范年青，你幸亏此王诬告本府，难道你不想伸冤了吗？清兵事件，朗朗皆快我来冤情啊！后来冤情，贾知县，我却问你，
你的女儿到哪里去了啊？我的女儿到哪里去了？关你何事啊？哎，贾知县，老夫也想知道你的女儿到哪里去了。徐大人，我的女儿她进宫去了。哎，是啊是啊，徐大人，家父千金母子进宫，钦差大人起事不送，民罪不远不离。哎，臣臣即此啦！万岁！派钦差绝对是假牛兵。难道蒋知县的女儿不姓蒋，却姓张吗？这倒怪了，蒋知县。蒋父老，你晓得什么？徐大人，张不兰乃是我女儿救驾之后不多报恩使用的假名。我却说你女儿蒋牛兵冒充张不兰进宫。你真子，你真光无上八套！哎呀，慢你听啊！你尽管诬告朝廷命官冒充忘恩，你给到何处？蒋知县既不是冒充忘恩，为何要将救驾恩人张不兰关押起来呀？蒋知县可有此事？不，徐大人，下官并未关押救驾恩人，只有冒充忘恩的女犯张桂兰。此事来冒充忘恩的倒是张桂兰了。这是朝廷钦差曹大人亲自定的案，怎会有错啊？是啊，这里我有公分，哪位有错？银票1000两，凑了，先由老夫退为保管，隋大臣稍息片刻，老夫原为退老。钦差大人到，钦差大人也来了。追知府，钦差先来督办冒充忘恩一案，特来讨备程序。曹大人，请听。徐大人也来何罪？曹大人，瞧，曹大人，贾大人，曹大人，你前来督办的案件，老夫正在替周知府审理你。曹大人，请说。请。贾知县，徐大人，贾知县，徐大人，你女儿贾玉萍是不是冒名顶替？你还不生气？我讲，徐大人，我早晨被我女儿冒名进宫的人就是他。先来何罪？恰遭诬告。周知府，你的公堂难道是西厂吗？不管，我与上方宝剑在此，对我不敬，是同对万岁不敬。好大的口气呀！你是何人？此生正是原告。范年轻啊，你可还有仇要告？有啊，张不兰之母不断被人杀害，这一血场我要告！堂下万人，你可恨冤枉，常告何甚呐？曹兵钦差曹子斌，口闹钦差曹子斌，我道义自为生命，一名口闹居家人，一他人冒阿名，你来到京师去，他生命修行，规避乱令为我民，家中在洛阳曹大人对万岁一向忠诚，他与你无冤无仇，为何
我亲眼所见。当年殷帝兵追杀犯罪的叛徒，走下笔焚于刀上，是不是曹子斌可以当验证？你成日夜茶，好戏也。开张关，也怕好心败一阵，叫不慌打开一个简章节本，下阴天当日四方成阴天，大西北这等子我心愿啊也。一个配上长枪做事好眼睛，人不像背地里阳光因为走西万岁为云不岁，颠倒蛤蟆来乾坤，山里无声真小兵，生子黄马皆空无闻。是怎么不辞过来，不辞臣还家之心，臣才。你请腾做黑当王良之事，本当年臣。念你女儿忠孝两件，保护居家人张归来与公，公道相抵，协助我为民。谢万岁。吏部尚书许则亲自。臣才，朕赐你上方宝剑，天下寻常，将那贪官污吏一概严惩。正是。来呀，有，将这些孽草压了下去。是，走。
神在哪里？恩神在哪里呀？身上有子，册封九家恩人张桂兰为福娘娘，恭请娘娘上桥进宫。恭请娘娘千岁上桥进宫。千子万岁，我们四处寻找恩人张桂兰，可是城去屋空，不见踪影。不见踪影。万岁，桂兰，你在哪里？你到底在哪里呀？你啥有心来快我，草堂问君应开会，你啥待为报恩来莫怪我，将你关在篱笆万岁，可还记得当年的我啊？张家系哪一家插播了，就向哪一家报恩。张家去哪一家唱不了，就向哪一家报恩。记得，国王当算记得。万岁，万岁，你看，张家系家家户户遍插父郎，中堂不来，红花对来一声不忙，中堂不来无黄一语这等好百姓，不知江山走不稳，一语这等好百姓，在我长安的天子今日一语这等好百姓，明代明孝可最亲，人心相配，大杀天地，青红朗朗走进去，明君在当时去，怎样想咱民在他的家家户户，家家户户桂兰，你不愿去不？这不逼你，曾要你杀儿，封
风光光地出家，传真之意，将风火养配，龙龙花轿，留于民间，让民间女子出家，像一个字王，一人。